支持我哋呢個新節目，同埋留意住我哋呢個節目《功夫廣場》，係多多支持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功夫廣場》，我係主持陳美圖。我哋今日咧好榮幸請到呢位師傅冷先鋒冷師傅，佢咧係全國太極拳冠軍，亦都喺香港咧都攞過太極拳冠軍㗎，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太極拳嘅秘訣啦。冷師傅你好，你好，美圖，大家好。咁咧我咧就唔識打嘅，其實咧我對太極拳嘅理解咧都係來自於小説啊《倚天屠龍記》。咁《倚天屠龍記》裏面咧張無忌咧就跟張三豐學太極啦，就好犀利嘅喎。學咗一陣之後咧，張三豐就話你忘記晒啲招式咧，你就可以去打㗎啦。咁啊張無忌忘記晒。我想問下冷師傅，其實太極係咪真係咁要忘記晒啲招式嘅咧？唔一定嘅，其實唔使嘅，記得嘅要。記得嘅有啲，因為當時張三豐嗰個要，因為可能啲招式有啲衝突，所以希望。咁但係咧書中仲話咧太極拳咧係要以靜制動，後發制人啊！呢八字啊，係咪有真嘅咧？靜制動，以柔制剛啊，後發都係後發制人咧係唔同嘅。你要達到一定嘅功力功夫咧，先可能後發制人嘅。哦，即係反而係勁啲嗰個後發啲。係咯，如果你話你功夫差唔多，起先喐手肯定有優勢嘅。哦，都係先喐手有優勢㗎。當然，如果當人你話一個外家拳一個內家拳，起喐手起推理，可能你一化制借力打力咧，咁嘅後發制人咯，或者有時你個功夫仲快過佢，一見到佢喐手，你可能好快反擊咧，都叫後發制人。哦，咁我啱啱仲喺度諗咧，如果兩個人都打太極拳咧，咁佢哋兩個都後發制人，佢哋咪企喺度唔使打。太極都好多門派嘅，當然有五大門派啦。但通常我哋講剛柔咧，楊式太極人比較柔嘅，陳式太極比較剛嘅。如果呢兩個打咧，肯定係楊式嘅係柔啲嘅。如果兩個都係剛嘅，或者兩個都係剛柔並濟嘅，所以都最終可能都係睇嘅智慧同埋個功力嘅。我哋睇小説咧，就話太極拳咧係張三豐創出嚟嘅，咁事實上係唔係嘅咧？定係呢個話題咧，可能講係都幾長下嘅，因為張三豐咧，我哋叫武當太極。哦，一個門派嘅。係啊，其實我而家學嘅咧叫陳式太極。張三豐嗰個叫武當太極咧，就個傳說嚟嘅，道士啊，道士，跟住太極拳係陳家溝嗰邊咧，反而幾百年有好清晰嘅傳承嘅。呢400年左右咧，一代傳一代，所以你反而呢邊咧就有歷史記載，同埋楊家啊、吳家都係陳式傳過嚟嘅，所以呢兩個咧有少少分別嘅。因為而家你話邊個係正宗咧，其實睇每一個門派嘅發展得好咧，其實大家都係大家正宗，係大家都係門正派。係啊。咁我哋咧就睇書咧就話，仲話咧張三豐咧學太極咧，佢練太極咧，佢都會閉關修煉，即係會閉關思考下嘅。但係你哋使唔使閉關？而家呢個新時代咧，應該就比較少嘅，因為閉關咧當然有好處啦。首先你真係有閉關㗎？有咁啊！我哋站莊都有時可能都會揾一個比較冇人嘅地方啦。哦。有啲真係走到深山野嶺啦，有啲可能真係閂埋門啦。咁我自己想將自己嘅心情啊，或者係嘅精神咧，係比較靜落嚟先嘅。個人比較靜同埋放鬆。個人好靜嘅時間，好放鬆嘅時間嘅反應係最好嘅。而家咧應該都係一啲叫站莊練基本功嘅。所以閉關咧就可能自己中意，唔係規定嘅，自己中意。可能我覺得，哎呀呢段時間咧套路啊，或者係達到一定嘅水準咧，我自己係閉關嚟想突破自己嘅思維啊，同埋意識嘅。我覺得咧，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咧，就係點解張無忌用太極拳咁打得咧？其中嘅原因就係佢內功練得好，佢有呢個九陽神功。咁其實係內家拳係太極啦，太極係內家拳。咁係咪現實中都要練一啲內功先可以即係打得嘅咧？目前大家認可嘅應該係太極、形意、八卦呢3個拳種咧，係嘅內家拳。好似少林啊，或者其他嗰啲南拳咧，都係內家拳。所以你話內功咧，其實基本上嚟講咧，你首先一定要有啲內氣練氣。所以練氣咧，首先有時可能都係真係站樁啦，
一啲招式嚟配合自己個呼吸嚟練咧，可能嗰個內功方面咧係增長啦。當然最難練嘅係意識攻防嘅意識。哦，我哋咧睇武俠小説咧，成日都話咧有啲好勁嘅師傅，即係好似南師傅咁勁嗰啲師傅咧，佢哋收徒弟咧就要考驗啲徒弟嘅，要只睇佢有冇悟性啦，仲要睇佢勤力咧，人品好唔好啦，會唔會大個之後不講武德啦？其實係咪真係有呢啲嘢咧？你收徒弟嗰陣，首先師傅自己好重要。自己個人品啦，自己個武德啊，甚至自己嘅修為咧，都係放喺第一位嘅。哦。所以叫師傅睇徒弟生言，徒弟係睇師傅生言。點樣睇師傅生言？觀察啦，考驗佢啦，有時有冇天分啦，同埋真係嗰個人品真係第一嘅。基本上嚟講，都為咗傳承呢樣功夫啊，或者係中國文化係為咗傳承。我仲覺得咧有一樣嘢好有趣喎，譬如太極拳咧，好似話可以反爆啲招式啦，咁係咪好似即係好似乾坤大挪移咁？會唔會話人哋打過嚟可以借力打力，可以彈翻啲招式翻去？有嘅，太極好多招式，呢一個簡單嘅動作，好似咁樣嘅動作，我哋嘅移風似臂咧，其實移風似臂咧，其實基本上人家講你係引落嚟，跟住就係推出去。我哋有時追起個力越大咧，你犯翻係最大嘅。甚至有啲可能練到個肚咧，真係識得彈嘅。個肚都得啊！即係打你一拳，然之後你個肚出得去。隻都係氣功嚟嘅。你可能一打到個肚就一彈咧，你可能仲彈翻出嚟嘅。嗰陣時都需要嗰個師傅啊，或者嗰個功夫達到一定個水準嘅。我都有睇過，佢哋話咧即係練呢啲反彈嗰啲咧，咁對方嘅力量越大，你就反彈力越大啦。咁如果對方對你係冇真係打傷你嘅心嘅，咁你反彈翻去咧就唔會傷害到佢。呢個意思啊？係啊，都經常你睇個師傅嘅水準啦，好似識得點到為止啊。哦，我哋睇一代宗師裏邊咧，佢哋講武功嗰陣咧，佢哋講得咧係比較意念係比較重要啲嘅，叫做太極拳。太極拳首先我哋叫意氣力㗎，意係第一。意氣力，所以你意念係排第一嘅，正面都好重要。意係有意念啦、意識啊、意思啊，你咁樣先可以下一步我可能運氣，氣咧都係叫練呼吸，最後先變成力，所以意係好重要嘅。你假如好似對方有啲攻擊你，你點樣去防？好似棍打過嚟或者刀劈過嚟，你首先一定要識得係閃啦，或者係覺得或者攞手擋唔擋到啊？擋唔到要我閃嘅，所以你意念係第一嘅，而且非常重要。我哋咧睇電視劇咧，其實呢一個位好難拍嘅，即係張無忌打太極咧。咁通常大家認為嘅太極好慢㗎嘛，電視劇就跟特效啦，即係佢雖然好慢，但係有啲龍捲風飛出嚟，但係好慢。咁現實唔會有㗎嘛，咁咁慢嘅太極拳係咪真係可以傷到人嘅？定係其實係快啲嘅咧？慢咧，你唔會有力㗎嘛。哦，係啊。所以太極咧係慢練快用嘅。即係學起嚟係慢嘅，其實咧，如果再拍《倚天屠龍記》咧，我哋揾冷師傅做武術指導咧，佢就要教佢快打啦。其實，因為真係㗎，你慢嘅話點打咧？事實上慢一定打唔到㗎啦。你打一拳，人家打你幾拳。係啊，我就係咁諗啊。即係如果你冇龍捲風飛出嚟咧，咁你要做快打咁樣。都有時可能對抗嘅時候，可能黐埋身嘅時候，可能你會好放鬆，感覺好慢。實際上等你用力嘅時候，可能我會後發先至啦，咁我可能會突然間發力嘅，發力嘅一定快嘅。哦，即係發力係快嘅。其實咧，嗰個我哋理解嘅太極慢咧，只係個人要放鬆啫。當然好一啲電影你都睇到啦，可能有啲對方真係水準爭好遠嘅，可能真係大人同小朋友玩一樣啫嘛。可能好慢我都可以霸到你，因為太極係有一啲功夫叫粘連延髓，你咪黐住你唔俾你走嘅。係啊，嗰啲咧。咁樣你就基本上功夫係高一個兩個層次咧，可能感覺好慢，但對方好似發唔到力。咁嗰個功夫有嘅，太極有一種叫太極推手啊嘛。有㗎。睇嗰啲黐住唔知點樣掙扎都喐唔到嗰啲係存在嘅。存在嘅。當然你如果兩個水準差唔多，有可能係鬥牛嘅。哦，即係就變咗好似鬥力咁樣啦。係啊，
哦，即係兩邊，如果兩邊都有肉，接近啦，係啊，大家到時就會睇下體能啊、睇年紀啊，甚至體重啊，嗰啲都唔同嘅。如果真係爭好遠咧，就可以揾到嗰啲太極嘅功夫出嚟。哦，嗰啲推手係要武功有分上有差距先可以做到嗰啲效果㗎。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我哋多謝懶師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會支持我哋呢個新節目，同埋留意住我哋呢個節目《功夫廣場》。係多多支持。